到的庙就是盐水护壁公妈祖庙，盐水护壁公妈祖庙，它后来增建了凌霄宝殿，凌霄宝殿供奉玉皇大天尊的玉皇上帝的凌霄宝殿很庄严，很壮观。这里盐水月经港湾上那个一湾的月亮那个，这里叫月港。前方出去到那个左边前方那边一直出去到那个大众庙那边，再过去，在古代那里有那个港口呢，月经港的港口，要进入那个到丰内海，然后进入到台湾海峡的，到大陆，你看清代的月经港，重要的港口，一湖二路三峰角4月经。